好，真正是爱来打击诈骗，若无是抓袂了。去年立法院通过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》来挡罚诈欺，也面临讲啊，被告承认家己讲有犯罪，而且甲犯罪所得也就是讲遐个侥幸钱交出来，会当来减刑。只是讲这个犯罪所得是这个诈骗犯家己摕到的钱，也是受害者全部的损失。即嘛。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讲，这个犯罪的所得是诈骗犯家己摕到的钱。法务部表示讲，真遗憾，这毋是立法的目的，也因会来启动司法，确实来打击诈骗。在机场部署警力，看到目标出现，警方是抓人。赶快，上！被抓这个姓廖的女子，偷摕别人的护照，在美国开户协助洗钱。他是以假交友的这个手法来吸引美国的这个被害的民众，诱惑他们以投资加密货币的情形来进行诈骗。嫌犯背后的跨国诈骗集团骗到超过1亿6千万，佮摕这寡钱去买精品暗号，这边代笔合作抓到6个人。不过，最高法院的大法庭上申一项裁定，让检方担心无法度发挥听出诈骗的效果。始终自白的行为人，如果自动缴交其因犯罪而实际取得的个人所得，就符合本条减刑的要件。如果没有实际取得个人所得的话，只需始终自白，也符合减刑要件。关键的打击诈骗专法明定，诈欺犯伫咧司法侦查期间，若自备犯罪纳汇不法的所得，就当减刑。不过，犯罪所得的认定究竟是个人的报酬，也是被害人全部的损失，法律见解无相同。伫即嘛，最高法院的大法庭裁定，伫咧认罪前提之下，只要纳到实际报酬，就当减刑。法务部从头到尾都是主张，这所谓的犯罪所得是指整个犯罪被害人所损失的金额。我们也非常遗憾，就是说最高法院大法庭这么限缩什么叫做犯罪所得的概念。对大法庭的裁定，法务部快速回应，讲背离立法的原则目标，感觉非常遗憾。也批评，若依照这种见解，是毋是依法减刑，完全拢决定伫咧被告的片面之词，将会启动司法，维护诈欺的个案，因为这边的见解出现不同减刑的结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